这一段姻缘其实后学一直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位前贤跟后学完全不认识，那后学大学也都没有在参加佛堂的活动，所以其实佛堂的前贤也都不认识后学，那他手上怎么会有后学的手机？那这个就是疑惑，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电话簿里面就出现了后学的手机。那会觉常常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然后牵引着我们在护士团、在佛堂相遇。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的后学的第一张照片，后学印象中好像有参加过一次。刚才听那个我们黄领任介绍我们义和跟那个南星一起合办营队的那个照片，后学在想里面可能也有出现那个很小很小的人头在后学就应该在里面，就是很久以前后学印象有一次好像有参加过，但是呢跟贝茨还有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就是隔壁的这个少长学长，跟他们其实都不认识，但是呢却因为有伙食团认识了这两位伙伴，还有其他的那个伙伴也是都是我们南新道场的一些就是学长姐，但是在接触伙食团以前我们都不认识。那后学一直在想，也许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坚定不移的约定，所以这样子的相遇，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的安排。那后学从和伙食团的缘分是从围着饭桌吃饭开始。那时候的人林伙食团因为草创，就是才刚开始，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然后每天到伙食团呢，就是后学印象中就是去吃饭而已，就是很单纯的去吃饭。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已经有佛堂，所以还包含线香跟吃饭。那后学呢的线香的礼节，其实也是在伙食团学的。在高中那时候，其实道场都会开一些礼节班嘛，那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过几次。那其中其实都不是很积极的想要去学会，因为觉得没
了解佛堂的也还有限，但是后学就一心很想要，就是可能为技工老师分担些什么。那也就是因为那一次那个晚会当中，然后了解到说，哦，原来有一位先佛跟我们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那可是呢，就是都还很那个，就是认识的都还很粗浅。但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后学开始会去想要去上课。那所谓的上课就是我们来佛堂过班，然后后学发现每一次到佛堂过班，每一次的听课都让后学很法喜。那样的法喜呢，很难用，就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好像说是学到什么嘛，又很难具体的去说明，但是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灵的一个成长。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成长，然后开始知道说自己应该如何去付出，如何去可能去带领身边的同学，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沐浴在佛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那所以从后学在高中以前，就是一直都是一个还蛮不善于人际的一个人，就是后学很喜欢自己一个人默默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去管身边的一切发生什么事。那自从那个时候就是参与补习团，然后开始觉得说，或许觉得应该要把这一份感动分享给大家。那也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去邀约就是身边的一些同学啊、学弟妹啊、伙伴，然后一起来参与佛堂的活动。所以后学可以说，就是现在比较跟后学就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其实都是从大学之后，然后慢慢去结识的。像就是而且在伙食团所认识的一些学长姐啊、伙伴，其实都会让后学觉得那是一辈子，然后就是不会忘记的好朋友。那因为我们在伙食团当中，不管是吃饭啊、办活动，都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黄丽珍分享，在伙食团的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我后学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大一、大二那时候，大一课很少，然后就是只要上完课，然后就是往伙食团，上完课就是伙食团。所以后学那时候的那个生活圈，就是除了上课，然后邀同学，然后下课就回伙食团这样子。那后学的同学也都知道，就是平常晚上在学校是看不到后学的，就是通常都会知道后学晚上就会到补习班这样。所以在补习团的时间非常的长。那所以在补习团的学习其实也是非常的自然。然后在补习团很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会开火嘛，所以每天都会去煮饭。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才补习团刚开始，所以人力其实没有很多。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学跟贝子两个人，然后一个人在煮饭，然后一个人要出去载学弟妹，然后载完可能后学去载完后学的学妹回来之后，后学就继续煮，然后就换贝子去载他的学妹这样子。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去分担那一些工作。4分钟吗？好，去分担那一些工作。那在那当中，其实，虽然说也会感受到身体
然后学会承担。或许在这一路上，因为在补习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讲师他们很慈悲，会给我们很多可以去承担、去学习的机会，那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迅速，然后也学会了感恩跟付出。好，那其实，在补习团的日子很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就是不管是开心难过的，其实都有。那可是，在那当中，就是必须自己去走过，然后才会懂得那个各种滋味。所以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那个98年的补习团成长营，然后是在就是户外。那或许觉得在每一年的班会，每一年的成长营当中，就是我们会看到旧面孔，然后看到新面孔。那这代表就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陌生的人，然后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后学其实已经毕业了，然后后学还是一直在补习团，一直在投堂。那后学觉得为什么呢？后学自己觉得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群陪我走过很美好回忆的人们。那也因为这里还有更多人需要后学，所以后学觉得后学会一直在这里。那最后呢，如果有讲不圆满的地方，或许我上天慈悲赦罪，那也请各位讲师、各位学长姐姐，或许多多慈悲指正，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大家的分享。我想在我出来就是这么样子的温馨跟可爱的，然后就会有很多我们道场的下一代，然后就是因为我出来的关系，然后他就投入道场里面了。那如果说您是学生的话，那真的在补习团认识的朋友啊，是真正的一辈子的朋友呀。像刚大家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一群人补习团的一些那个创团的学生啊。那其实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因为毕竟都毕业了，有些回高雄，有些回台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久久就会大家见面，然后聚一聚，打打闹闹，吃吃喝喝，还是觉得很开心这样。那你可以去想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前的小学的同学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大概很少很少很少。但是呢，在我这里面，认识到这些同学朋友，相信10年后、20年后都还是会有联络，因为我们有道德情啊。好，那在我这团是不是只有道长的下一代？并不是的。对，那我们就有一位那个麒麟学长，他呢是那个贝茨学姐的那个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学弟。对，就是混进应该是同一个指导教授吧。对对，就是那时候贝斯学校他在那个南华念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是同一个指导教授的学生这样。对但是一个是学姐，一个是学弟啊，后来好像学弟比学姐还要早毕业这样。就是一定是要讲出来的。没有啦，学姐后来指出怀孕这一招还是没有毕业的。好，但是后来还是毕业了，最后就是带着小孩子去跟老师苦求，然后老师都帮他离开南华的这样。对，好，那所以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那个麒麟学长啊，我们就掌声欢迎他来做。在座的各位姐姐、各位同修，大家午安。感谢上天时间，主持同子，先母亲人们的伟大牺牲，然后与各位粉丝还有各位讲师，以及在让后续有机会各位同修大在这边分享学习的。那后学觉得博士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那后学是一
后学去伙食团参与一些活动，然后慢慢的喜欢上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笑容，所以当然一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地方，这一个地方人很好，就像一个家。那之后就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学长就会直接来跟你说一些话，比如说，其实你知道什么叫点心灯吗？不知道。你知道求道很好吗？好在哪里？那之后就后学的理事也就讲师就是有跟后学讲什么是求道，什么是点心灯。后学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后学是说是婉拒的，因为对于刚认识但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的人，然后就要去点心灯，其实是有点恐惧跟害怕的。但是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持续的邀约，然后请后学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后学就觉得，久了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点心灯他们都说很好，而且这里的人都很好，应该不会被点了就被卖掉吧？所以就抱持着一个好奇心，就去听看，然后就在先生们的点评下，有一天就去求得到这样。然后那一年是2009，为什么要扯到这位美国总统？因为不是他求得到，是2019年那一年，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然后在那一年他正式的就任这样。他后续是在那一年求得到，那是在农历的2月26号那一天，然后是我们的荣光总师慈悲跟后学总三宝。那后学当下求得到，学长也会说，就是求得到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应的。那后学就觉得，那时候还没有淡定这个词啊，后学那时候就觉得，后学需要去思考，就反应有点冷淡这样。对，然后后学其实后学那时候，研究所，然后会因为比较着重于课业，就慢慢觉得，宗教好像不值得去多研究，去多琢磨。然后再有一次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就是说，一位诗人写到就说，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信仰的时候，那后学就下刀说，当我决定不接触宗教的时候，竟然有人会愿意入后学来求道。那后学之后就觉得，就好像得到一个解释，然后释怀，然后去接受，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因为真的什么，就算听了一次三宝啊，其实也没有很了解。那后学有疑问，还是会想说，不如问妈妈好了。那后学就问我妈妈说：“妈妈，你有听过求道吗？”那后学妈妈说：“有啊。”后学就奇怪，你怎么会知道？那后学就问：“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你们小时候我就带你们4个小孩一起去求过道了。”我说：“求过道了。”然后后学就很讶异说：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样？”那后学的妈妈也很可爱，就是说：无迄边的真的讲袂使讲出去啊。对，就每次听完他跑哥都会说：这些以上这些都可以讲出去。所以我妈妈也是这样。那后学当然也想要求证，就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跟妈说：那你求到了，应该有求到卡。那我妈就很谨慎的拿出一张求道卡，对，或许知道原来自己曾经求过道，但是完全没有印象。
后就学习，就觉得我这团是一个几乎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包含到了，对，就学习知识，
后学，然后呢，到了后学退伍，然后开始出来工作之后，后学就在想，就是自己出去跑看到那么多薪水这么低，那他们以身试道，以延长到，或许就觉得要回报他们的方式，并不是说就像住宿一样付了钱就了事，而是认同他们的行为，去学习他们的行为，进而选择承担。那所以或许就觉得人到世界上并没有要完整的天命，所以或许在退伍之后回云林找工作，除了在云林也找家里，或许是觉得后学毕业离开了火车头，但是或许就觉得自己学习的还不够多，甚至觉得应该还有许多的学员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火车头，所以或许在求职的时候就特别锁定在嘉义或云林，当然有机会就是在嘉义工作，然后又回到了嘉义。那在这当中，浅浅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愿大地就大，或者是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就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想要化为行动，回来这里这个人体，只是想说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有缘的佛子来接近我们的火石头，来了解一些人生一些真正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所以或许就很有还有契机的可以去帮伴火石头这样，就是很感谢上帝恩赐这样。那其实当你走进火车场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变得很大，而且火车场真的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家，它是一个小小的道场，那它是让你走进更大道场的一个终极站，这是后学的事，那后学就可能在这里。好，那我们谢谢秦局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是从一位头发留得非常长的一位漂亮的少年 K 了哈，然后到现在已经是我们道场的亲口人才，然后想这都是火算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啊。好，那再来第三位是我们的沙火算的练武学长，那
位伙伴，大家早安。早安。感谢上天慈悲、主圣子师福德以及各位前贤还有各位讲师的提拔，让候选人很有荣幸来到这里分享，其实或许有点紧张。好，是这样的，因为荣光学长的意思是要做见证啊，但是候选是不知道见证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只好把一开始非常奇妙的奇遇开始说起。大家可以看到标题写着一位小飞女孩与一张桌子的约定。小飞女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小飞女孩。如果你从小到大到20岁都还没有离开过家里，你说你想不想飞？国小、国中不用说，那一定是在家里嘛。高中的时候，在家隔壁的县市，骑脚车就到了。大学在家的县市，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里。连家里的房子，怎么讲？房间呢都是大家睡一起，因为还蛮大间，所以我们家里做隔间，所以大家自己睡就有自己的空间。然后电脑是大家一起用，所以每次做报告的时候还要等一边玩完的时候才能做报告，就很麻烦。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真的很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甚至是很希望能够一直离开家里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回家，而且我大一上的时候，同时参加了社团，又接2份工，所以我在家里真的很少。然后自己伙食团的话，时间一定是更少。然后待会就来解释这一张桌子怎么回事的。一开始就刚有讲到那个公车那件事情，就是当天是父亲节，我有个同学用这个日子，因为那时候是高中只考放榜的日子，跟我的那个好朋友约好说，要不要去看榜单。然后约我就是看我榜单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说有关公车上的奇遇，就遇到一个学姐，她说有超宿舍还是什么。然后其他的同学是住离高中就是有段距离，他算是住高中学校的宿舍，所以那时候听到那个学姐跟他说他们是超宿舍，然后约大家一起出来吃饭，然后我就说。你说学校宿舍那么久，没有跟我去敲你的宿舍吗？没有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外面学校的人来敲我们宿舍？而且照理说高中宿舍应该不会有外人进去啊，所以搞半天其实我还是不懂他在讲宿舍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我参加我才知道，原来他讲的宿舍是大学的宿舍，然后至于吃饭的那个问题，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搞半天也是就朴实翻译，对不对？只是当初的学姐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像当初我跟他说，请问你们那个宿考啊，可不可以带瞎子？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你就带去好了啦，没关系，到时候在外面写写。所以我就觉得，好，就是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我再讲一下当天串考那天，其实就是开学一天。开学一天，我就跟母亲说，跟候选妈妈说，朋友就约我要去烤肉，不是烤肉，他说是素的啦。第一次烤素的，所以不知道可以吃什么东西，所以就说妈妈就刚好说有朋友。去钓虾子钓，然后说要给我们吃，不然就拿去烤好了这样。我说好吧，就带啊，不然怎么办？反正妈妈都这么交代了，就带去了。然后直到那边那个虾子就这样放了一整晚都没有动到它，还蛮可怜的。然后当天是因为真的就是有点晚，因为或许不晓得我是他的行程怎么样，我只知道考完之后呢，龙光学长当时就把我们带到客厅，在客厅吧，对，然后就放了 PPT，然后开始唱因为你因为我，然后我跟那同学就觉得，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在那傻在那听着那边唱歌，然后什么时候不能做，然后就觉得到底要唱还是不会唱？可是我说我没听过，然后我们就这样傻傻的坐在那边，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已经10点多了，然后可是电话完全没有一通，都没有人打，就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等到就是姐姐在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我妈也是在校门口等着我。对，后来才得知，我妈竟然去翻我的高中毕册，然后找到我跟我出去那位同学的电话，然后还打给我高中老师说，可以问一下那个同学到底是哪个电话吗？为什么都找到我女儿，找一整晚？他说我电话都没有讯号什么的，我还发现原来那边同学讯号真的是非常的差。所以就是那一天开学第一天就被我妈就是就是有点惹火我妈，而且她就跟我说：“你到底去那边做什么？”我说：“我不晓得，我只要 PPT 上面写的说大家都道歉啊，道歉好，你快过来，不要提啦。”他就是非常就觉得很生气，然后而且这种事可能是我那个同学，他跟我出去一天，他就被列入我妈黑名单了，所以非常糟糕。然后接下来呢，我真的很乖，我那时候说真的，或许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小
小时候真的就是那种在班上都属于那种背景人物，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背景人物意思？就是那种演戏，然后在后面站着，然后不要台词的那种。对，就是很安静，然后也不想去出风头，什么时候不关我事这样子那种很安静。所以其实妈妈说什么我就照做，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可是为什么后来会再进入补习班？就是这个点，后学的隐师，他刚好是后学的学长。然后当天我记得就是国庆日的前一天，10月9号礼拜二，我都非常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呢，早上上会计，然后我看到我的左前方一位男士非常眼熟，然后我就看一下，好像是长跑那天遇到的学长，然后我就叫一下他，他说，你们在这里？这应该是我问的吧，是我们班级耶，应该是我要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是学长啊？后来搞半天是因为他说会计太难，然后什么老师写英文他看不懂，所以他找重修这样，反正就他就重修对不对？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位重修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就约我，顺便就约我说，他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要不要去我家吃饭？然后我马上就心里小剧场就说，我们两个女人在家里吃饭蛮奇怪的。然后还好，或许有个挡箭牌，就是我参加你的社团，当时我参加热舞社跟戏篮，所以热舞社是2、3次要练舞，然后礼拜1、礼拜4要练球，所以其实我一整个礼拜都很忙。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2、3次要练舞。他说是哦，那明天呢？我说，我刚不是讲2、3次吗？明天礼拜3晚上练我，明天国庆日你要来学校吗？完蛋了，好，无法推脱。所以呢，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带上次那个坐公车那个同学一起去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很好很好。我说，还好我是自己一个人，很好，要不有危险这样，所以就答应他了这样。然后隔天呢，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在哪里。应该说第一天是被姐先载去的，所以第二次你要叫我们自己去，其实有点困难的。虽然或许有停车，但是或许这就是凭印象，就直接有一间 seven，然后跟那个什么火山对面好像有一间什么卖内衣裤的之类的，就这样凭着记忆这样乱找这样，然后就直到了我突然发现，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啊，就很多人，让我同学跟其他学长姐在那边，然后就还原来唬我，吓死我，我以为从他家到什么鬼，就是讲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然后会这样招待我们吃饭，我也莫名其妙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就是上次去的地方，就跟上老地也是一样。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发现，学长，那我拿我毕业，结果后来才知道他说什么我去补习班补习，然后从楼梯上摔下来，然后妈妈带他去收紧，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约我们来，然后他人又不在，他觉得不好意思，他就说不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你要收金关我什么事？我他妈跟你去收金，收金你要揪团，很好笑。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决定，那时候也读很久，就说，到底是收金收完，我到底要回来，我要回家嘞。然后想算了，不然就同学就是陪我们聊到那个我那位同学就是基乙的那个宿舍门禁快要结束了，我才赶快回家，然后就陪他。所以那天其实还蛮妙，就是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反正最后我记得那一天也是这样，就不了了之，后来也没有说真的有联络这样子，因为当初就真的只是约吃饭，然后他人又不在，所以事实上那天也是这样就不了了之。最后又为什么会去呢？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解释一下，这是我破学求到叫什么答应要求到当天的情形。就是后学后来会又去火车的原因，是因为刚好后学参加学校的一个就类似设计餐厅的，反正就是这种比赛对。然后后学觉得在家里很不方便，刚刚说家里没有这些空间，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刚好看到，我知道有一张桌子被放在仓库里，然后没有动，我就决定，好吧，等我学长这样桌子可以借我吗？我就直接自己默默跑到仓库里，然后自己拿那张桌子在那边画画这样子。后来会去也是这样的原因，然后我就这样每天都去。然后至于线香的部分，其实他们那时候当时并没有跟我说，因为他们都说，我上楼一下，好，然后就去画，然后就下来，然后就每天都这样，我上楼一下，好，然后我上楼一下，好，然后有一天那个学长可能忍不住嘛，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上一下？你要干嘛？然后其实又开始小剧场，就是觉得我很恐怖。然后他就把我带过去了，然后我说，然后他就叫我坐在后面，我说好，我就坐在后面，然后就看他在那边点头灯，然后线香，然后就最后一个程序，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闪头灯？他没闪，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灯关掉。我们看他很恐惧，这个学长要干什么？好恐怖哦！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吓人吧。然后他就说，他就开始跟我讲有关求道的事情，然后我就听听，我心里其实一直在想，你到底怎么会要是看很恐怖哎？我细心都没讲，我忘记我那时候细都没有想到说到底度了那段时间他在讲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印象。
我知道有点害怕，我真的怕等一下会下不去，你知道吗？因为它是楼上，而且它就算是顶楼加盖的，所以出口唯一出口就是楼梯口这样。然后他又刚好站在楼梯口不能下去，有点恐怖，有这么过度，真的是。然后后来呢，为什么标题会打可以不用一直脱衣服？因为他讲的话我一直没有反应，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会担心什么之类，他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叫你脱衣服。我说天啊，你为什么把讲脱衣服三个字，有点恐怖哎。然后我也想说，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然后过没多久就在想，真的我不会叫你脱衣服。然后后来我又找到大哥，为什么他会想脱衣服？他就讲到哦，因为之前我们一般到还没有那个通行的时候有提到说哦为什么要关门，然后也怀疑是脱衣服之类的。他说我根本对一般都没有认识，什么叫脱衣服这件事，是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后来是这样求到，那时候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求到这样。说真的，了解老师也没有，因为或许是彼此一个，就有点像是去庙里烧香拜拜那种感觉，就拜一下，然后去公布，然后就像保险买下来没关系，不用很多钱，然后就求了这样。然后后来呢，会待在伙食团那么久，刚有讲到我其实不爱回家，就真的我就觉得在家里什么时候都很无聊，所以其实后学大一那段时间也没有说很常跑伙食团，反正是比如说社团练完我就待在图书馆，待到图书馆关了，然后我就回家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很长，待在时间不长，然后待伙食团时间也不长，所以是后学真正有接触道场的时候是大二的时候，因为我在大一下的时候毅然决然把所有的打工跟社团都退掉，因为后学累了，真的太累，因为一个礼拜怎么说，二三四要练舞，一四要练球，然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要打工，啊，真的很长，我也不知道什么天找来那么多工，反正那时候就真的很累，所以这时候就退掉，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常跑火车，就大概大二那段时间，然后像后学新疆姐姐也是当时寒假的时候刚好在附近打工，然后帮大哥那时候刚好要回家，然后他就说啊，因为网上没有人线上，他就说叫我线，后来我大概就是这样线，然后线了1个月，然后才把它学会，然后像现在学妹在练这个连接，他说哦，难练怎么这样？我说没关系，你就1个月来照3餐来线，我就相信你背不起来。我觉得当时真的是照3餐，因为中午的时候有一次休息，不然现在工商业时代中午就不用线了，对吧？所以后来就是这样背起来，然后又渐渐比较接触伙食团这样，然后圆桌武士之约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就是后学就觉得霸占人家的桌子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那张桌子是圆形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圆形，真的是圆形，就一般的普通餐桌上圆形的，对，然后呢？然后他就说了，好吧，够我们做个交易，讲交易嘛，反正就是我们做个交换的，我给你一个空间，但是你要在我这待4年。我反正大学4年就待4年，谁知道现在只待了4年，说来话长，反正就是待了大家现在这样。然后再来呢，讲到伙食团，你就会讲到就是有关素食的部分。其实素食这部分真的对后学来说真的是没有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学弟妹吃素可以就是吃的那么痛苦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他们吃素，他们就觉得哦，天啊，为什么要吃素？一定要吃吗？我说哦，这活动一定要吃啊，不然呢？可是就在外面，又不是在伙食团，好吧，我也不能说什么，只能说你尽力。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或许其实是还蛮特别，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反而是慢慢的肉食的摄取量会越变越少。他一开始其实后学很喜欢吃菲力牛排，可是后学最讨厌吃的就是羊肉跟猪肉这2种肉的味道，后学无法接受。我就是吃到后来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发现菲力牛排跟羊肉味道有点接近，所以就决定不吃它。然后吃到后来发现鱼肉腥味有点特别重，所以就决定不吃它了，就吃鸡肉。然后吃鸡肉吃了一段时间，高中的时候刚好我学校对面有鸡排，那时候鸡排在有起点，后学就想说啊就吃啊，反正就几点嘛，几点，然后最后送的那一个我就跟他说，帮我把所有口味都加了，因为这是我最会的鸡排。我人生中最后会鸡排就是一个综合口味的鸡排，对，我就把它吃，然后在上大学之后真的就是比较少碰这样子，而且甚至吃素吃习惯之后，就是去火山，因为每天都去，后来就每天都去，就吃习惯之后变成朋友约我去吃麦当劳，我每天就拉肚子，就是变成身体会有点排斥性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发现其实，宇博有一次是荣光讲师说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为什么就吃素吃的还蛮容易的这样，他说哦可能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在怀我的时候，怀后学的时候，妈妈只要闻到那种味道特别重的肉，她就会哭。可是很奇妙哦，她如果怀我弟弟跟我妹妹的时候是大鱼大肉都没有问题，就很奇怪。她就说应该是可能天生就应该要吃开一次之类的，就是那时候我妈妈没有说的事，就是真的就很特别。然后而且我奶奶一直怀疑，其实我是我那个泰州台那个是，我就觉得太远了，有点莫名其妙。泰州台是怎样？他说什么呢？就是阿昼上面那一辈，然后我当时也是吃素，然后什么之类的。啊，过后我们家又没有人吃素，就说你吃素，你觉得很奇怪吗？一定是遗传啊，那遗传是隔了很多代的那个啊，然后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可能就是有冥冥之中，就是吃素是非常简单，就是对或者说这考验其实蛮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说，慢慢的就是接触比较深之后，才发现原来霍雪的身边一直都有一贯道的存在，只是霍雪一直浑然不知。第一个呢，很好奇的好面手是后学当时带了另外一位同班同学来，然后他就跟董爸刚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其实他发现何老师的照片有一点熟，他就说，好像是不是在哪里看过？然后后来他回去问他奶奶，才说，他小时候有学过道，你求过道，然后我们那时候想，你求过道，可是我后来又不你又求了一次，怎么这样？所以你其实求过道，好，没关系，这不重点。再来就是沟通不是好眼熟，这个是学伴。我那时候约一个学伴来我吃饭，然后他就上了2楼去看那个看一下就是整理看一下环境，然后他就说你们是一贯道吗？你们怎么会知道？莫非是同道中人？他说因为我妈妈很虔诚。好，很好。再来呢，为什么我说奶奶妈妈有点熟？就是因为后来我才得知，奶奶曾经被邻居邀去求道，然后我们的妈妈呢是小时候被招去求道，全家大概就只有我们小孩没有求过道而已。爸爸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候选的是就是在候选的附近周围的人几乎都求过道，就连我国小同乡的同学难得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你们是一般岛，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小时候求过道，大家都道心怎么回事？他候选的是我不知道而已，真的是莫名其妙，真的是道心就在里面，就是如果所以后来或许有时候都会说。你要知道，台湾有2300万人，现在应该不止了，80%的人都求过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其实我都是根据哪个，我乱买的。然后呢，再来主要是3年保护这个，可以讲到后选期现在也是10年。3年保护这个，这件事情，我后面会知道这句话的原因是，后选大4那一年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就骨折就对了，反正就是骨折，然后就小腿骨折，2只骨头都骨折，然后还蛮严重的，但是全身上下大概就左半边比较严重，其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后来有比较好的时候去参加班会的时候，荣光觉得说，其实求到后可以保你3年平安无事。真的假的？所以我当时那一年是我有知道说，因为你修的够多。然后后来想想，我现在又累残，现在是累残状态，有比较好的啦。后来算算，又过了3年，所以阅历要比业力快1步，所以后学赶快来聊阅。然后再来讲到不会领中的这个是真的，我比较想要讲的是这个见证啊，因为这个是当时候选的母亲，就是她得癌症，然后那时候有点算弥留状态，很多天，然后其实候选有点自知，因为那时候刚好我说要办小天使营，然后我就算一下时间，我妈妈这时候过世，然后还在花时间那个丧事的时间，怎么办？小天使好会卡到然后我就偷偷在我心里，然后不要在那边放不下了，我们会好好自己生活啦，你赶快回去啦，赶快好好休息。所以我觉得或许是真的自己非常不爽。不过后来老师帮了我，这样讲不行啊，没有，老师只是看我可怜而已。对，所以就是在某一次的求道，就是搬到晚刚好要现象，要献供，然后有个学弟就是要请监口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济公老师湿湿的？湿湿的，湿湿的，然后很潮湿的，不对啊，为什么只有金老师湿湿的，其他2位都没有湿湿的莫名其妙。结果等到他把它端下的时候，发现它的水，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金老师的头像是长那样子。他说那个葫芦里面有水，但他拿下来的时候是满出来的，就是有点是溢出来，然后还要很小心要端下来把它倒出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听到的时候就有点。
错，是吗？是这样吗？然后或许得知的那时候，还赶快打电话去问龙妈妈说，龙妈妈，那你在火车上住了2年，那个金老师的葫芦是空的还是实心的？然后后来他说当然是空的，实心不会太重了吗？哦，所以你会在那边装水吗？我说啊，为什么会装水？我想想，就是可能在洗佛像的时候，不知道里面用洗的，我们都用擦的啊。所以到里面是自来水还是母污水，其实或许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有点恐怖，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天啊，这水也太多了吧？因为其实15天限公里是15天收集的水，应该不会那么多啊，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匪夷所思。其实或许当下得知那时候，是有点体重，然后就心里就觉得，天啊，什么恐怖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心里真的就觉得很紧张，而且又有点害怕。真的是害怕，因为真的从来没有这种见证出现在我身上，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想说，候选生看，老师是看候选人已经受不了之类的，然后也看候选人快受不了，所以就以当初候选，所以候选真的觉得是人有三面必从之是真的，因为候选生有时候妈妈会很担心候选人在火车站太晚或是什么回家路上会发生，因为毕竟车祸那个事情真的对他打起来蛮大的感觉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其实你们发心做事情的话，其实很多命运之后就是先佛会帮助你。然后说真的，我吃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说真的，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要突破自己，然后才会慢慢的去成长。我知道也是，就像我们一开始去敲书的时候，也是不敢跟大家说我们习惯，都说我们是什么基金会啊，或者什么，老师叫我们要填，要做什么研究啊，发问卷之类的，那我们都弄研究所，然后发问卷。直到后来，我们终于勇敢跟我说，我们是习惯到，如果你怕被骗就不要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是会这样，就直接跟他讲明白说清楚哦。好，那候选就先说到这边，谢谢各位。好，谢谢院长的非常精彩跟有趣的分享啊。那个水后学，然后讲的是很清楚，也补充，就是那时候院长的妈妈就已经得癌症末期了，对，那大家应该知道说那个癌症末期的话，其实是很辛苦、非常痛苦的这样，对，那有时候去做化疗，那都要吃很强的止痛药这样子，对，所以就那一次办到，就发现壶里面有水。对，那我们几个学长就是请他把那个水拿回去，然后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妈妈的病情能够好转起来这样。对，但是那时候病人会觉得说，他希望你是这样子的，因为因为小妈妈有求到，那求到之后，如果我们以后走完这之后，会回去哪里？是回到我们的身边的嘛？因为学长希望说妈妈是不要再这么痛苦了，能够放下这样子。所以后来那个水就拿回去给他妈妈，是拿去喝嘛，然后去擦身体这样子。那之后过几天啊，对，然后隔天就是因为想妈妈就很安详的回去了这样子，是这样子啊。对，好，那我们最后的话，没关系，给大家一点时间。那最后，当然我们义和社团也有伙食团啊，那在从你们的一些就是辛苦的经营之下呢，也有一票的学生的这样，对，那所以我们最后就请我们联络社团的学生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请从学长帮大家做介绍一下。谢谢我们那个南京道场的3位学生来分享哦。那其实各位前辈们就可以发现啊，就是有时候学生就是还是要经过一些学习跟一些成长，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可以讲道理。如果1个小时的课，他们已经讲了半堂课去了。所以其实这些学生可塑性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这个伙食团呢有2位学生也是要来跟我们各位做分享。那第一位呢，或许要邀请的呢是我们的这个思学长那这个思学长呢，他或许来讲一下他其实是1年级的时候呢，然后来参加我们的社团，就是人社。那可能个性本身就比较不大声活泼所以在他要升2年级的时候呢，我们上一任的这个社长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思说他可以接明年的社长，我讲对，对吧？
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他就来跟后学，就是介绍给后学知道，然后就是发现好像应该可以，所以呢就邀请他来当社长。那因为一次呢去参加南京大会举办的不算成长，那后学约他去，那刚好那个时候联络算刚成立，那已经有几个学生要进来住，但是都是到处客满，都还没有新的学生。那后学就一直鼓励支持要再进来住。那他已经房子都租好了那后学那天鼓励完之后，他就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房东说：房东不好意思我想要退租，因为我想要跟同学一起住。所以他就搬进来不算住。然后进来一个人就带了好几个同学一起进来。所以还是我们现在非常优秀的学长。那我们掌声来这个当时我们的那个各位伙伴大家好，然后其实呢，后学有机会接触到火车站，就也很妙啊。就是但是因为一开始是先接触那个营队，就是先那个普训营，然后再来先比如说大专、中学、小学，然后又很荣幸的参加到南京单位的那个火车站，就是什么新产品，然后就不知道怎样，然后就进去住了学生火车站啊，因为我们算是，就是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去住的那边的学生啊。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很感谢那时候南京大会办的那个新餐饮，因为在里面我了解到说一些螺丝盘啊，它的用意是什么，然后它主要做些什么，然后就知道就很莫名的，就自己就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当我进去录螺丝盘的时候啊，就是有一股莫名的感觉，好像有人就跟我说，你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然后要怎样才能让我的运动发扬光大这样。然后当时就真的还蛮积极的，就一直想一些有的没的怎样找学弟妹来怎样让他们喜欢上这边然后很多这样子。然后就在这2年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是觉得，就我现在这2年的心得就可能一开始参加那个营队，然后我觉得营队的人都很好，就是营队的人都还不错的，然后可是会觉得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然后我是最近才有去想到说，就是我有找到那个我觉得少的那个东西在，就会感觉可能是来上佛堂啊、上课啊，或者是些营队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因为营队、佛堂，就短短几天才相遇，可是离开之后，大家又好像有点像陌生人的，就是刚开始我的感受就很好，就觉得很可惜，就好像我们离开营队，离开佛堂，马上大家又做出这个社团，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在这2年就很多学姐教你学姐然后我才会体会到说，好像很多人就是还不错，因为并不会因为说。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2个字和上帝2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
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
内在的明慧，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遍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即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
2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3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4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2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1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2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片一切处。坛经一问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3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
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hv 耶和华 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永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vi 着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舍僧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3. 五度是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